喺我面前嘅係 Redsonic 27W55呢個 model 咧，係一個2022年新款啦，樂信牌子。咁啊，第一次買洗碗機，即刻同大家 check 下佢嘅硬件配置。深度係36.4左右啦，呢個係呢個長度，足足係有55嘅，高度嘅側邊度啊，方面啲，大約就49。由於官方咧係冇表明入邊內籠嘅參數啦，所以咧大家都好想知道佢個實際擺碗嘅空間有幾多，咁一齊睇下佢幾大啦。嗱，大家預呢個46啦，46係極限啊，係揞住呢兩個邊邊嘅。如果呢一個嘅深度咧，睇下先，我當呢度啦，呢度做高度深度啦，因為你落唔到就落唔到啦嘛。咁我咁度，呢度大約咧就24。OK， 睇唔刮呢一個轉盤嘅情況底下24。當埋入邊呢個幾深先，31係啦。當你冚埋個門就31深，呢個幾貼心咯。因為佢呢部機咧係冇呢個任何指示。跟住咧最離奇就係呢一頭讚完佢俾埋中文標示貼紙啦，轉頭咧準備黐嘅時候咧已經發現原來佢嘅貼紙係唔啱 size 嘅，係縮細咗好多。咁啊，麻煩如果 Redsonic 咧有發現呢個問題，可以盡快改善啦，或者補發翻一張俾我啦。對砌，喂，縮細咗嘅，搞乜鬼啊喂！咁咧，官方配件有2個掛水杯鈎啦、水龍頭接駁器啦、排水管啦，跟住同埋4分管、6分管。咁咧呢個安裝過程咧其實都好簡單嘅，只要將排污水嗰個管咧扣翻實個尾部，跟住咧令到佢唔好高於你個底座15cm， 咁佢排水正常咧，咁就 OK 嘅。咁打開咧需要用到2隻手啦，如果唔係佢入邊呢度比較搖晃嘅。咁啊，打開咗之後咧，你會見到一個上下層嘅佈局啦。上層可以用嚟咧俾大家擺啲筷子啊、細嘅匙羹啊咁樣。呢度一共可以擺到4至5個匙羹，1、2、3、4、5個卡位。咁我哋只要咁樣放嘅時候咧，啲匙羹就唔會打交噶啦。咁樣擺咧，咁飛上嚟先會乾淨。陶瓷嘅匙羹咧，可以擺喺呢啲罅度，直接穿落去吊住。咁呢邊咧就可以擺啲豉油碟啊、鐵嘅一啲模具啦，都得嘅，即係都係咁樣擺嘅啫。咁可以擺到2至3個啦。咁我哋都一樣咁樣正常安放喺度就 OK 噶啦。咁啊筷子咧，我相信咧大家都會有少少 concern 嘅位啦，就係如果我放木筷子得唔得咧？其實我測試過，佢呢部機咧最高溫度去到70度啦，擺木筷子其實係 OK 嘅。咁但係最後咧，我都係選擇買咗一堆嘅陶瓷筷子，因為洗落去咧，好似洗到陶瓷碗一樣咁乾淨，睇落去舒服好多。咁大家咧見到咧就會係1、2、3、4、5、6對啦。咁其實擺完之後咧，向入邊安裝咁就 OK。咁呢一個咧，我哋其實唔用嘅時候咧可以拆出嚟嘅。其實咧兩邊咧都有一個咁嘅勾啦，就咁撳實佢之後，咁就可以鬆到出嚟噶啦。入邊咧亦都有呢一個嘅上噴式水龍頭，咁安裝翻去就好簡單啫，唔需要俾力嘅，直接扣住，咔一聲，呢度咧就可以順利安裝翻。好，咁跟住咧介紹埋下面啦，攞咗個籃先。咁啊呢度咧會有2個下臂啦，叫做咁，同埋我哋可以拆出嚟去清潔嘅，一掹就係噶啦，基本上咧就冇乜壓力。咁啊真係堵塞咗嘅時候咧，揾啲水肥下去呢個位啦，只需要拆出嚟清一清就可以啦。咁咧下面呢個位置咧有個垃圾清潔槽，呢度咧會幫你過濾一啲比較大嘅雜物啦、污糟嘢啦。咁啊定時定候咧拎出嚟清就 OK 嘅。咁呢有個網，呢個網咧最主要都係用嚟隔住一啲超大件嘅食物殘渣。咁我呢度咧因為洗過噶啦，所以大家見到咧呢度係會有堆水嘅。咁但係呢一灘水咧都尚算乾淨啦，咁總會有啲油污喺度。咁但係都唔需要擔心，因為佢每次開機嘅之前，佢都會進行一次排水嘅動作。好，咁我呢度咧跟住就同大家咧示範一下佢呢度擺到幾多嘢啦，甚至乎我唔同型號嘅餐具都放一放嚟睇下
到底個效果如何。咁碟嘅話咧，我呢度有幾個唔同 size 嘅，因為咧大家去呢啲展廳睇嘅時候咧，佢通常俾同一款 size，咁其實砌落去好容易砌。但係呢度咧有少少一個留意嘅地方就係、如果我哋有呢啲不鏽鋼呢啲碟嘅話咧，記得要放喺大呢一個空間 ，OK， 千祈唔好放細嘅，因為咧佢個角度咧就完全擺唔入，佢會係向前中咁不倒翁咁樣倒晒落去。咁所以呢一個咧，如果有啲相對厚有翻咁上下厚度嘅，一定要擺喺後面呢個大嘅。咁呢度可以放3個，呢度可以放3個。呢一個角度啱啱好，啲水可以從條罅上面飛翻上嚟。咁你見到啊 ，perfect， 啱啱好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擺一個碗試一試。大家可能都會用到嘅拉麵碗啦，超級無敵大個啦。我哋係擺喺呢一個位置 ，OK， 擺喺呢個位置。咁佢後面呢度咧會有個勾勾晾住呢一個屁股嘅，我哋擺咗上去。跟住咧，第二個就係呢啲普通嘅出前一丁碗啦，一樣係個 pat pat 掂住嗰個勾勾，咁個角度少少傾斜傾前咁就 OK 啦。由於咧我屋企咧得一種一啲超薄嘅西餐碟，係可以擺得到呢度。我冇其他碟可以示範俾大家睇，因為呢一個真係好少用。咁碗嘅話咧，其實都好簡單。呢一度咧有個勾勾，記得佢嗰個嘅屁股咧係要扣住呢一個位，呢個弧度，我哋擺落去，由後面擺上去啦，後面放落去，順住次序放，咁就 OK 嘅啦。點會咁咧？我哋擺啲碗啊，咁樣擺咧，其實可以擺到多4、5個啦。但係我諗其實正常冇屋企人，即係屋企人唔會用咁多碗咯。其實用碟會多啲，因為餸啊嘛，係咪？煮飯啊，煮菜煮餸。好，咁你會見到咧，我哋買咗呢一個嘅洗碗粉啦，佢係一個日本花王牌子嘅。咁啊，呢度咧一殼咧就大約10個 gram， 但係我哋唔需要用到咁多。我哋呢一個份量擺到滿晒咧，大約係6至7個 gram。呢度如果擺得滿晒係啱啱好10 gram， 差唔多。其實你見到差唔多滿就 OK 啦。好，咁我哋咧其實呢度有個入水口嘅水嘅，咁我哋會俾埋個量杯。呢個量杯咧可以去到2 lit。咁我哋正常有一次水咧，大約係需要5 lit 嘅。好，咁我哋咧長撳1秒，咁啊會着咗機啦。呢一個19分鐘嘅意思咧就係呢一個嘅自動洗模式。我哋咧只要長撳佢，就會變咗做28分鐘。28分鐘咧係一個正常自動偵測碗塊嘅數量啊、污糟程度嘅一個模式嚟嘅。28分鐘，跟住洗完之後咧，呢度有個叫做控乾水分嘅一個功能。咁咧亦都可以咧用嚟調節呢個通風系統嘅。俾大家睇下佢哋相差嘅時間係幾多。標準嘅話咧係58分鐘，如果 Eco 嘅話咧係1個鐘28分鐘，即係個半鐘啦。咁之後再嚟呢一個嘅強力嘅係少10分鐘嘅。強力模可以再調節嘅，就係撳實佢3秒，佢就會變咗1個鐘38分鐘噶啦。呢一個咧係用最高溫去清洗嘅。OK， 咁如果大家需要去一啲重油污嘅話咧，就用呢一個模式就啱啱好啦。咁如果我呢一度做示範嘅咧，其實我只係需要揀28分鐘呢一個嘅快速清洗模式，咁就 OK。佢個水溫咧大約維持喺37到40度左右，佢唔會加熱成部機加得好勁好滾嘅。咁但係當然清潔嘅效果都會相對弱少少嘅。過完之後咧，我哋揀完模式啦，係咪？見到時間閃下啦，我哋就可以撳開始。咁跟住咧，你會聽到嗶嗶嗶嗶嗶 ，OK， 就需要加水。大家見到咧，加完水之後嗶嗶啦，咁佢就開始準備排水排污，跟住就開始清潔。
咁呢個時候咧就開始清洗啦。咁我哋咧就等待佢嘅同時咧，可以揀定呢一個嘅通風模式。撳一下呢個位置咧，顯示7日啦。撳一下咧會顯示 off 嘅，即係洗完之後直接停機。咁或者我哋揀72小時通風。咁其實我個人建議咧就係烘乾完之後直接停機，跟住打開呢一個蓋就 OK 啦。同埋呢個俾大家聽下佢個噪音。好，咁我哋部機咧經過咗28分鐘同埋1個鐘嘅烘乾咧，終於洗完啦。咁你見到咧，因為我冇開通風嘅模式關係咧，所以佢係會有水珠喺度啦。咁我睇下咧入邊嘅碗到底乾唔乾淨先。我而家就咁睇啦，啲碗咧係暖暖地啦 ，OK， 叫做超乾淨啊，係摸落去完全冇油污啦，啜手嘅。OK， 跟住攞睇下呢個陶瓷嘅，直頭係啜手啜到爆炸，勁乾淨。跟住反晒光冇問題，95分㗎啦，係啦，95分係一定有嘅。唔知道大家覺得點呢？佢洗出嚟嘅結果就係咁樣拎落粒嘅，大家可以望一望個結果，滿唔滿意啦？好咁，最後呢，同大家講一講，就係呢條片呢係我即拍即剪，喺同一時間呢洗碗機去運作完之後呢，再加埋呢一個結尾嘅，咁啊。洗得乾唔乾淨就見仁見智啦，我就俾到95分以上嘅。咁只要你開強力模式咧，基本上乜都洗得乾淨，亦都滿意。咁啊，時間咧真係好寶貴，可以慳翻所有時間用嚟做自己想做嘅嘢，例如話剪片啊呢啲娛樂乜都好。咁啊，如果你都想買一部洗碗機送俾屋企人咧，或者係想買一部洗碗機嚟解決你日常家務分擔嘅情況嘅話咧，咁非常咧。歡迎大家使用我嘅 Shopback 啦，或者係 Smart Card 嘅申請碼，咁啊可以獲得相應嘅現金回贈，用嚟回一回血啊！買咗部洗碗機嘅話，咁啊多謝大家睇到最尾，咁啊我哋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